大家好，志高物業 Larry 今日帶大家參觀一個奧雲峰 Sky Tower 嘅買賣單位。而家身處單位嘅露台，望翻出去嘅景觀，鯉魚門正東南嘅海景。咁拉翻過嚟先，其實都可以望到郵輪碼頭啊，同埋都會公園同埋體育園嘅。咁景觀嚟講咧係有個層次感啦，亦都可以望到對面嘅港島東山景嘅。咁呢個單位嚟講咧就樓層夠高啦，452尺放售，38尺嘅露台連接住客飯廳。咁客飯廳都方正嘅，唔會浪費太多嘅位置，實用嘅。單位光線充足。咁其實客廳同埋主人房呢個景觀咧就廳房同向嘅。咁大家見到咧，其實呢個位置嚟講咧，亦都可以望到少少煙花海景添嘅。房間係寬敞嘅。呢個單位嚟講咧，使用過嘅痕跡咧，亦都係好企理嘅。呢個客房啦，再行翻出去咧，嗱，我哋望翻呢個咧就係大門口。咁大門口咧，其實左手邊咧就係廚房，廚房用嘅廚櫃啊，都係發展商原裝收樓嘅標準，有使用過嘅痕跡，但係相當企理嘅。大家見到，咁當然啦，可能又要再執一執裝修，但係呢個單位感覺親身望落去係企理。右手邊咧大門，右手邊就係洗手間，原裝嘅企缸啦，唔係浴缸啦 ，sorry， 原裝嘅浴缸啦。咁大家見到咧，佢使用過嘅痕跡咧，都係好乾淨啦。呢個即係對上嘅住戶嚟講咧，用得呢一度咧好好嘅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奧雲峰高層452尺東南海景有興趣，可以聯絡翻我哋志高物業志 Top 代理，扎根區內20多載。奧雲峰樓花到而家必然係專家，多謝晒大家。